台中阅读节正式开始了，特别邀请到柔道的国手杨永伟来担任着阅读大赛。杨永伟伫个记者会分享着伊面对着压力甲打击，是安怎透过阅读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后日国小体育班带来精彩的柔道演出，为2024台中阅读节来开场。今日以阅读运动为主题，特别邀请柔道国手杨永伟担任这边的阅读大赛。虽然这是别人的故事，我有时候透过一些书籍看到别人分享的一些故事，我觉得都蛮像自己内心很雷同的这种想法。台中市文化局嘛强调，市府小林3年，但年边持续买侪经费，嘛争取向中央补助来优化旧后的图书馆，希望透过软硬体升级，带动市民读册品质更加舒适。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会导致？为什么会让大家这么喜欢来阅读呢？有1亿元哦，买新书，买新的馆藏，让大家时时有好书看。有任何活动，欢迎民众伫咧网络顶查，同齐来享受读册趣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